大家好，我係家寶師傅。我哋成日話睇流年，呢一個流年唔係講緊食嗰種流年，我哋真係講緊每一年嗰個流年。流年咧其實係時間能量場嘅年度變化，每一年天干地支嘅組合咧都會有獨特嘅個人嘅運勢同流年嘅能量咧會產生化學嘅反應。流年咧，我哋睇完之後就會有三大嘅價值㗎喇。預知流年就係描繪我哋未來嗰12個月嘅能量地圖，提知邊一個月會有風險，趨吉避凶，將被動變為主動嘅風險管理，喺特定嘅方位提前佈置風水物品，掌握時機，找準個發力點同休養期，喺識別高照嘅月份全力衝擊。兩種嘅核心推算體系。流年會有八字流年法，基礎係以年柱、月柱、日柱、時柱睇到日主同流年干支嘅生剋制化，得出咧就會係十神嘅旺衰、五行嘅平衡。仲有另外一種係紫微斗數法，基礎係以12宮位星曜佈局睇到流年嘅四化，得出咧就係流年命宮主星嘅隔空。特殊嘅格局，流年嘅報告核心內容，整體我哋都會睇到吉凶嘅比例啦，年度嘅關鍵詞，仲有每個月邊一個月係高光月份，邊一個月係低潮月份。我哋仲會有5大領域嘅預測，有事業、財運、健康、感情、人際。事業方面會有升遷啦、轉行啦、創業嘅時機。財運方面梗係唔少得有呢一個精財、偏財、破財嘅節點啦。感情方面咯，當然我哋要睇姻緣危機同埋合婚嘅建議啦。健康方面我哋會睇病灶究竟係邊一度，仲有我哋保養嘅重點。人際關係咯，梗係要睇貴人同小人嘅方位特徵啦。我哋常見認知誤區嘅澄清。流年唔好就成年倒霉，邊個話㗎？流年就好似天氣報告一樣，提知我哋咧就會知道預早帶遮去避雨啊嘛。所有共同嘅生肖運勢相同，邊個話㗎？需要咧係結合你個人本身具體嘅生辰八字先可以作準嘅。凶星就一定唔好，邊個話㗎？七殺星啊，雖然係凶，但係用得適當咧，反而係開拓利器嚟㗎。嗱，流年嘅化解體系咧，基礎化解咧，一般我哋係會分為方位嘅調整啦、顏色嘅開運啦、法器嘅護身。咁深度調理啦，咁一般我哋會用喺呢個犯太歲啊，或者本身佢有大劫啊、劫難嘅流年裏邊嘅。一般會有道教嘅法事啦、風水嘅佈局啦，同埋修行嘅建議㗎。邊一啲人需要一個批流年呢？咁咧就係講緊犯太歲嘅生肖啦，面臨重大抉擇，例如投資啦、轉行啦、結婚啦，運勢明顯唔順嘅，連續破財啊，感情唔穩定。仲有一啲嘅就係呢個特殊行業從業者啦，一般就係演藝啦、金融啦、殯葬業。咁啊，一般我哋流程嘅說明啊就係需要提供我哋嘅生辰八字。嗱，記得啊，我哋要精準到係有時辰噶吓。第二，我哋深度嘅批算咧係需要7至14個日嘅工作天噶。交付咯，呢一個流年神算咧，我哋係會面對面啦、Zoom meeting 啦，仲有一份 PDF 嘅文件俾你噶，驚你唔記得啊嘛。知命掌運，福慧雙收。如果閣下你都想將未來嘅一年做足功課去計劃一下嘅話，歡迎大家聯絡余寶軒去查詢。